新竹的災情代替內灣線拜六早起，鐵軌路是去予山頂連落來石頭地着內灣線斷站，加在是因為已經提早全面停駛啊，所以講無造成意外。也若是尖石鄉第60線是因為土石落落來，目前未通，當咧搶修。尖石5號的民眾特地去安全的所在。一粒大石頭就安尼落在鐵軌路頂面，山頂也有石頭直直連落來。這是新竹縣內灣線拜六早起因為風颱傳出大石頭意外，好在內灣線全面停駛，才無造成意外。這2天的風其實並沒很大，但是雨一直下，雨真的下得很大。除了聽到有火車、鐵軌有災情以外，其實我們路面常常會有樹枝啊，對啊，掉落。在尖石鄉第60線也傳出土石崩塌，警方到現場抽封鎖線，禁止車輛通行，以免發生意外。警力到場封閉道路及現地交通管制外，也已通知相關單位盡速搶修。本分局呼籲民眾颱風期間盡量避免前往山區。撤離啊！你們要帶你姑姑一起下去啊！公務針對尖石5號民眾進行撤離，到目前為止，總共撤離122個人，就驚山區大雨造成危險。另外，在新竹市市區某路樹雨風吹倒去，政府嘛趕緊派人去清除。總共接獲的災情有34件，那其中樹倒的部分有17件。那養護工程處總共派出17組人力，以及機具大概有17組。那目前已經有16件完成恢復。中度風颱巴威所帶來的風雨，各地攏傳出一寡災情。根據氣象署資料，巴威影響台灣的時間一直到拜六暗，甚至禮拜日，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